有力，孩子快出来了！有力，有力，要生了，要生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恭喜，孩子出生了。当年是你抱走了我的孩子，不错，除了我还有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告诉我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你孩子现在在哪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肯把孩子的下落告诉我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嫁给一个人。谁？江流。那个传说中长得奇丑的江流，他不是华叔的未婚夫吗？我明白了，你看不上他，所以想让我替嫁。废话，那江流是什么人？一个又丑又穷还带2娃的人，他拿什么娶我女儿？所以，你答不答应？不就是丑和穷吗？我答应。爹地，我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啊？笨蛋妹妹，爹地这是在扮丑装穷。不错，当年我们江家落难，他们华家不帮忙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。如今我创办的帝尊集团已经成为世界第1的集团，他们想要我履行婚约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小轩轩，你们说，爹地这样做对不对？爹地做的对。那待会儿你们可不许出岔子，露了爹地的底子，让那个女人知道爹地有钱还长得帅。爹地放心好了，我们绝对不会漏了你的底子。哥哥，我们真的要扮穷吗？当然，难道你想要别人成为我们的妈咪吗？不想。传说江家江流长得极丑，现在一看，传言也不可信啊。好吧，我收回刚才那句话。妈咪，你们为什么叫我妈咪？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妈咪啊！我和我妹妹经常在梦里看到你，看到我？我和哥哥晚上做梦，梦到妈咪你在一间好白的医院里面。你就是我的婚约对象，我叫江大强。虽然我长得不怎么样，家里还穷，没房就1辆破车，但是我对女方的要求还是很高的，要求长得漂亮，还要温柔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这么牛的，长得丑，想的还挺美的。妈咪，你别看我爹地长得不怎样，但他人很好，会疼老婆。你要是嫁给他，你说1，他绝对不敢说2。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扮丑装穷吗？劝退他吗？你们怎么反水了？那你也没说你要娶的是妈咪呀。妈咪，我爹地这个人有很多优点的，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。什么优点？他有一对可爱无敌的超级萌宝，只要你嫁给爹地，你就能拥有我们这对超级无敌霹雳可爱的萌宝。你别听他的，我又丑又穷，嫁给我你会吃一辈子的苦。那行，我们去领证吧。行。啊？领证？我喜欢小孩，所以我们去领证吧。可我没带证件。我们带了证件。
没想到我华生就这样嫁给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。怎么，后悔了？后悔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婚？不离。算了，嫁给谁不是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孩子。妈咪，其实我……小小，咱们之前怎么说的？你说要装穷扮丑，让妈咪知难而退。可是现在你都和妈咪结婚了，为什么还要瞒着妈咪？谁说结婚就不能瞒着？结婚了还可以再离。不准你和妈咪离婚！难道你们忘记了，当初江家落难的时候，他们可什么忙都没帮，说不定他们是有什么企图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妈咪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。萱萱，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，是有什么委屈吗？有委屈和爹地说，爹地帮你做主。爹地，我不想你和妈咪离婚。好，不离，爹地不和那个女人离婚。但是，爹地要和你们做一个君子协定。什么协定？那就是你们不许把爹地在装穷扮丑的事情告诉你妈咪。如果你们答应的话，爹地就不离婚。君子一言。驷马难追，哪个女人会忍受自己丈夫又老又丑？爹地今天给你们上一课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姜还是老的辣。喂，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呢？喂，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和孩子们今天晚上去你家住吧。我家？对啊，我没工作，租不起房子，不住你那儿住哪？住我那儿，但你得交1半房租。咱们是夫妻，说这个干嘛？亲兄弟都明算账，何况是咱们这种半路夫妻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没钱。今天晚上我和妹妹没地方住，要露宿街头了。行了，你们晚上住我那儿吧。这女人竟然答应了。这就是我租的房子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住我们4个还是可以的。江大强，你回头写个简历，我找人帮你问问哪里还招人，找到了你就去上班啊。上班？当然了，现在养小孩可花钱了，幼儿园一个1年就好几万，2个就10几万了。你不找个班上，光我靠1个人，怎么供他们2个读书？你要供他们2个读书？当然。可小小璇璇不是你亲生的。结婚了，他们就是我的孩子。小小璇璇，你们先去看电视，妈咪去做饭给你们吃。妈咪，我去帮你。我也要。妈咪，我给你洗芹菜，我洗西红柿。我们把袖子挽起来，就不会弄湿了。开饭喽！妈咪，
你吃排骨，排骨上面有肉，吃了就能长肉了。妈咪，喝汤。多好的孩子，可惜不是我的孩子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忽然不开心了？没有，妈咪没有不开心，你们也吃。小小、璇璇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爹地，你说的是夹菜吗？你可以自己夹啊。就是。别误会，就是看你给我夹菜，所以给你夹一块而已，别多想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人还挺那啥自恋的啊。那是，不过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说我又穷又丑，还带两环，你为什么会嫁给我？嫁谁不是嫁，搭伙过日子而已。对我来说，只要人行，其他无所谓了。那你觉得我的人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好吃懒做。谁呀？是我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嫁给江流了。你现在该告诉我孩子的下落了吧？这个，王雨田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。你急什么？我过几天自然会告诉你他们在哪里。还挺合身的。你家就你一个人住，怎么会有小孩的衣服？这是给平平安安准备的，可惜他们现在用不上。对不起，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没事儿，你带着孩子睡主卧吧，我去旁边的次卧睡。妈咪，我和哥哥能不能和你睡啊？和我睡？璇璇，你不喜欢爹地了吗？喜欢爹地啊，可我更喜欢妈咪。你看，要不我和孩子们睡？小小、璇璇，来吃早饭啦！璇璇叫小草帅。对了，有个事情和你说下，我今天要去面试，所以麻烦你带下孩子。我和你才认识1天，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带，你不怕我是人贩子？不怕，小小会保护他哥哥的。江总好。不是吧？我才出去几天，你就踏进婚姻的坟墓了？女方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对小小和环环挺好的。江总，万豪集团刘总邀你赴晚宴，您看是否答应？答应他。等一下，给我安排一个保安的工作，回头我过来上班。啥？不是吧？你就这样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结婚了，还那么长得那么不理想？那有什么办法？王玉田拿我孩子的下落威胁我，我总不能不听吧？王玉田这女人也太可恶了，要是让我看到她，非得打爆她的头不可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找活吗？万豪集团的晚宴招服务员，日薪1000块。1000块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你等等，我发个消息给我老公，让他回家带孩子，我去赚钱养家。大强，你晚上有空吗？大强，我晚上有事。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完了，我老公晚上有很重要的事，不能带孩子，我去不了了。你傻呀，把孩子带去不就行了？这种高端的晚宴，你还怕孩子被人贩子拐跑了不成？
小小、璇璇，你们在这里玩，妈咪晚点来接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咪不是说让我们在这里玩吗？笨蛋，妈咪让我们在这里玩，是担心我们乱走被人贩子抓走。但我们怕被人贩子抓吗？不怕，人贩子敢来，我就揍他。帝尊集团的总裁来了，大家快去迎接！哎呦我去，帝尊集团的总裁，那可是世界首富，他居然也来了。咱们赶紧过去，要是被他看上了，这辈子都不用在这里当牛弄马了。江总好。江大强？怎么，生生，你认识帝尊集团的总裁？不认识。我刚才是看他侧脸有点像我的老公江大强，不过也只是侧脸有点像而已。我老公可没他这么帅。我还以为我要成为一个世界首富夫人的闺蜜，以为自己抱上闺蜜的大腿可以躺平。现在看来，我还是打工命了。好了好了，没能成为世界首富夫人，让你躺平是我的罪。小女子在这里和你说声对不起了。我不用多了。讨厌，不说这个了，赶紧上去，不然被主管看见了，又要骂我们偷懒了。刚才差点就被认出来了，不过他怎么来了？江总，你认识刚刚那个服务生？不认识。明明认识，为什么总裁要装成不认识？总裁的心可真够难猜的。这就是万豪集团的晚宴吗？果然是奢华。林大哥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上流社会的晚宴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你晚上可得好好谢谢我。那不是华生吗？我不是已经和他分手了吗？他为了追我，竟然来这里当服务员，真晦气！我今天是出门没看黄历，怎么看到这对狗男女？真晦气！我今天是出门没看黄历吗？怎么看到这对狗男女？华叔，你那个后妈的女儿，还有林富阳，你的前男友，这两个货色居然勾搭到一起了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走。姐，你这么急着走干什么？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在这里当服务员呢？是不是缺钱啊？你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和我说啊，我会帮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，谁叫我是你妹妹呢？看到姐姐你在这里端盘子伺候别人，我这个做妹妹的心里很不好受的。华叔，你真的是太有善心了。富阳哥哥，既然华叔你这么有爱心，那就随便给我20万吧。20万？我哪有这么多钱？那行，你有多少给多少。你干什么？抢劫啊你！什么抢劫？不是你说要帮我的吗？我是想帮你，但你开口就是20-30万，这谁给得起啊？20万是我这几年的生活费和学费，根据国家法律规定，作为家长有义务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。但自从你妈嫁进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拿到过这笔钱。至于说谁给得起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
你这个包包是香奈儿的，要好几十万呢，不会是拿我的学费买的吧？这个是高仿的 A 货。对了，姐，听说你因为富阳哥抛弃你之后和我在一起，一气之下就嫁人了。华生嫁人了？是啊，我姐她不仅嫁人了，还嫁了个丑男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老公就是丑男，不信让大家看看。这人也太丑了吧！这男的长成这样，居然有女的嫁给他？不，这哪里是什么丑男，这分明就是绝世丑男啊！瞧他这个脸，这还叫脸吗？我屁股都比他好看。嫁给这样一个丑男，图啥呀？还能图啥？图钱呗。对他来说，关上灯都一样。你们别太过分！这些人竟然欺负妈咪！萱萱，我们走去帮妈咪。爹地，你要去帮妈咪吗？他不是说他叫华叔吗？为什么那个男人叫他华生？难道华生才是他的真名？走，妹妹，爹地不去，我们去。爹地混蛋，我以后再也不认爹地了。谁说我不去的？华生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就算是我不要你，你也不能这样作践自己，嫁给一个绝世丑男吧？林富阳，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普通却自信的？还是说你一直以来都这样，是个普信男？你，富阳哥，我姐嫁了个绝世丑男，心情不好，所以说话是呛了点，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。姐，我知道你嫁了绝世丑男，心情不好，可你也不能发泄到我和富阳哥的头上啊。别说我爹地是丑男。这是江大强，可江大强不是很丑吗？你们谁啊？我叫江小小，这是我的妹妹江璇璇，而这位就是我妈咪的丈夫，我的爹地江大强。他是江大强？江大强这么帅？哎，你不是说你老公长得不怎么样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之前明明很丑的。刚才谁说我爹地是丑男的？站出来！是我说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麻烦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他和他到底谁才是丑男？这还用看？肯定是这个江大强帅啊！这女人拿出照片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那江大强真是个丑男，没想到照片是假的。照片是假的，说不定他刚才说的其他事情都是假的，说不准是他这个做妹妹的横插一脚，抢走了姐姐的男人。都怪你这个小杂种！小小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疼就和妈咪说。妈咪，我不疼，你别担心我。华叔，你出息了，连小孩都打，杂种就该打。喂120吗？这里有伤者。才推了一下就打120，贱人就是矫情。120是给你打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富阳哥，你快拦着他！给我个面子。富阳哥没事吧？华生，疯了敢打我！早就想揍你，什么叫你抛弃我？当初明明是我看到你和华叔勾搭在一起，所以才把你一脚踹了。结果你逢人就说是你先提分手的，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干什么，华生？我是你妹妹。什么妹妹？不过是小三儿生下来的私生女。当初你妈带着你上门，把我妈气死了，我还没和你算这笔账呢。你打我，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还没和你算这笔账呢。来人，保安，救命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家门不幸，打扰到各位了。你们继续，我带他去别的地方。住手！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
不知道这场晚宴是我特意举办迎接江总的吗？要是惊扰到江总，我撕了你们！刘叔，你是？我是林富阳，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上次你和我爸吃饭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给您倒了一杯水，你还夸我有礼貌呢。哦，所以你就在我的晚宴上乱来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哪有刘叔，我哪有乱来啊？都是他求我复合被我拒绝，所以在这里撒泼。林富阳，你颠倒黑白可真有一手。姐，富阳哥说的都是事实。刘总，我是他妹妹，按理说我应该站在他那边，可他实在太过分了。在我这里打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哪里来的小屁孩？不用理他们。等等，又是谁呀？张总！江总，江总到了，江总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江总啊？啊，对，我就是好奇江总怎么还不来啊？这个，现在该怎么办来着？我要举报。举报？举报什么？举报他们两个欺负我老婆。他们欺负你的老婆？对，我老婆本来在这里好好的当一个服务员，这对男女过来说我长得丑，还对我家小孩动手。他把我哥哥推倒在地上。刘总，我听闻你为人最是公正啊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刘总，你要做主啊！做主啊！刘叔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不用麻烦你们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毕竟这是我的家事。我让你走吗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子！妈咪，你今天好厉害啊！你们不会觉得妈咪很暴力，讨厌妈咪吗？不会呀，妈咪是为了我们才打的坏女人，我们喜欢妈咪还来不及。那是当然的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今晚有事吗？怎么出现在万豪集团的晚宴上？我现在是穷人，工资还是说低点吧。我今天不是去找工作了吗？结果找到了个给老板开车的工作，老板来参加晚宴，于是我就跟着来了。你找到工作了？多少钱？一个月多少钱1万。1万？现在当司机这么赚钱的吗？啊，1万很多吗？可能是有钱人不在乎钱吧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有钱人的想法难以琢磨。老婆，你不问问我的脸是怎么回事？问，当然要问，不过要等我应付完我爸之后。你爸？从小到大，我和华叔起冲突，我爸都会站在华叔那边。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在我家门口等着了。爸，我知道她是姐姐，我要让着她，可她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姐这次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公道。哎呀，爸，还是算了吧，她毕竟是我姐，不管她做了什么事情，我这个当妹妹都要原谅她。你呀，就是太心软了，所以你姐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欺负你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为你出头。就这样，挂了啊。华生，你为什么要打华叔？他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，让你这个当姐姐的把他打成那个样子？华生，他不是华叔吗？爸，您消消气儿。您看站在门口也不好，要不咱们进去说。哼，你谁呀？怎么和我女儿在一起？我江大强，你女婿啊，领了证的那种。小璇璇，快喊外公！外公，江大强，那不是华叔的未婚夫吗？你怎么嫁给他了？哦，
我明白了，你抢你妹妹的未婚夫。花生，从小到大你就喜欢抢你妹妹的东西，现在连男人你都要抢。又是玩把锅扣在我。可就算华生做错了事情，她也毕竟是你女儿。女儿怎么了？我华妃活在这个世上，靠的就是不偏不倚。哪怕是我女儿做错了事情，我照打照罚。爸，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什么？晚宴的视频啊，爸。这里面可全程记录了你女儿华舒是如何挑衅另一个女儿华生的。你怎么有视频的？你别管我怎么有视频的，你只要记住你刚才的话，不偏不倚，哪怕是你女儿做错了事情，你照打照罚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把你说的话录下来，你要是不打发华舒的话，我可就把这些发网上，让广大网友评评理了。好啊，你小子，搁这给我挖坑了是吧？你和我打架，好啊。不过我可是练过散打，还拿过全国武术冠军。爸，我待会儿会轻点。我家还有事，不和你扯了。哎，爸，你别走啊！我好久没动手了，你来当我对手，让我活动活动筋骨呗。你居然有晚宴的视频？大酒店都有视频，随便花点小钱就弄到手了。说说吧，这是什么钱？小小璇璇，你们先去洗澡好不好？好。其实我不叫华舒，我的真名叫华生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就带着王玉莲和小小1岁的华舒进门，我妈被气死。等我能自己打工赚钱养活自己之后，就离开了那个家，独自一个人生活。小你1岁，私生女，这是犯了重婚罪啊！你要是告他们，可以把他们送进去吃牢饭的。离开家之后，我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和那个家产生交集。没想到王玉山会找到我，用我孩子的下落威胁我，让我代替他女儿嫁给你。孩子，我以前生过一对双胞胎，但一出生就被人抱走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他们，但都没有线索。直到王玉田找到我，我才知道孩子的线索。对不起。所以说，你嫁给我是被迫的？不是知道我有，不是喜欢我。当时你把自己打扮得那么丑，谁会喜欢你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人长得还可以，但其他方面还差了点。我已经说了我的情况，现在该你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其实我也不想往脸上贴8瓣丑，是以前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产生了心理阴影。是什么事？是一件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读书的时候被人看上了，
有一次他趁我放学的时候带人堵住了我，想强迫我和他做那种事情。女的？他是男的。咦，居然是，难怪你平时都喜欢扮丑。太帅的男孩子出门在外，的确需要保护自己。你不怪我欺骗你？欺骗虽然可恶，但情有可原。我又不是什么蛮不讲理的人。咦，怎么没有照片啊？还好我从来都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面，结婚前就让人处理干净。没有就没有嘛，这种人物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也是，这次扮丑骗我的事儿就原谅你了，但你记住，没有下次了。放心，绝对没有下次。妈咪难道不知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吗？哥哥，妈咪有自己的孩子，等她找到了自己的孩子，会不会不要我们啊？肯定会啊，别人的孩子哪有自家的孩子亲？我不想和妈咪分开。放心，我有办法，你过来。江璇璇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心了？妹妹想和爹地睡。璇璇想和爹地睡啊？那今天晚上璇璇就和爹地睡。可是妹妹也不想和妈咪分开。妈咪，别的孩子都有爹地和妈咪一起陪着睡，为什么就我和哥哥没有？是不是因为我和哥哥是没娘的孩子？怎么会呢？我是你们的妈咪啊，领了证的那种。可你都不和爹地一起睡。这个……妈咪和爹地睡觉。江大强，今晚江大强这家伙身材不赖啊，竟然有6块腹肌。你找我？璇璇想要我和你一起陪她睡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先陪孩子睡吧，等孩子睡着之后你再离开。透过湖面的倒影，丑小鸭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。妈咪，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变成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呀？笨蛋，我们是人，怎么可能变成白天鹅？小小璇璇，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妈咪也睡。这样能行吗？放心吧，爹地冷了就会抱住妈咪，只要他抱住妈咪，妈咪就会生小孩了。电视上都是这样的。等妈咪给我们生了弟弟之后，他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。江大强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一睁开眼就看到你抱着我，以为你是流氓，所以才拿脚踹你的。哎呀，你要是实在觉得生气，你就打我，打回来就不生气了。行了，我不生气了。不过你的力气怎么那么大，一脚就把我踹飞，踹到墙上去了。我天生神力。天生神力，巧了，璇璇也天生神力。
璇璇也天生神力。妈咪，为什么我的力气比别人大那么多？我们这一支就是这样，天生神力，传女不传男。将来你的孩子如果是女孩，她也会天生神力。璇璇天生神力，小小和璇璇也是双胞胎。璇璇，告诉妈咪，你是不是天生闪力？是啊。妈妈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天生神力？你说的天生善力是这个？对呀。璇璇是天生神力，那璇璇你能不能举起半米高的大石头？不能，璇璇只能举起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玩偶。华生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小小和璇璇怎么可能那么巧就是你的孩子？妈咪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忽然不开心了？妈咪没有不开心，妈咪只是想到了你们爹地在外面，我还要去给他包扎，你们在这里玩。等妈咪给你们爹地包扎完了，就给你们下好吃的鸡蛋挂面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笨蛋，你差点就露馅了。哥哥，我们为什么要瞒着妈咪，不告诉妈咪我天生神力，可以举起半米高的大石头？你忘记之前爹地给我们找的妈咪，一见到你天生神力就把你当成是怪物的事情了。我们如果告诉妈咪你能举起那么大的石头，她也会把你当怪物的。那好，我们不告诉妈咪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有个好事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跟我来。你之前不是说要换个大点的房子吗？这里怎么样？这里好是好，但这可是江源小区，市里最高档的，回去想想，一个月至少要大几千。你觉得靠你的工资，我们租得起这么好的房子吗？不要钱。什么？这是我老板的房子，他买来投资的，平时放着也是放着。在听到我在租房的时候，就让我进来住。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他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！想有着默契互相吸引。妈咪，我也要抱。我也要。你一一填进拼凑的美痕迹，归还给我的心。小小璇璇，来，我们打扫卫生。我呢？你来帮忙倒垃圾。爸，你别打华生姐，她毕竟是我姐啊！我没打她，都怪那个江大强。爸，你怎么能上这个当？气死我了！我找到了，盛世公司设计总监。谢谢富阳哥。我吃完了，去上班了。你这个样子去上班？没事儿的，我就开个车，又不用干什么重活。不行，你好好在家养伤，我带小小和璇璇出去。小小璇璇，妈咪带你们出去玩。好好养伤，不许乱跑。来接我。江总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自己说，我自己摔的。
找人调查华师的父亲、后妈和妹妹，另外再给我找一个律师。我要把伤害华师的人都送进监狱。是。你家那位有点厉害啊，先诓骗你爸，又录音威胁他要发网上，3两下就化解了你的危机，是个高人啊。他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？你不懂，这叫谋略。说起来，这个江大强有谋略，也就是穷了点，不然是个完美对象。对了，青青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啊？你想找工作？你以前不是只打零工不工作的吗？以前只打零工是因为我要到处找孩子，没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，只能打零工。但现在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盛世公司吗？知道啊，大企业啊，据说待遇非常好，月薪8000起步。我有个朋友在里面当 HR， 他说盛世公司被人收购了，正在扩招。你有兴趣的话，写一份简历过去，说不定能过。我马上回去写。盛世公司，那不是爹地刚收购的公司吗？哥哥，我们去找爹地，让他帮帮妈咪。这点小事哪里需要爹地帮忙？看哥哥的。Go。老板晚上有应酬，我要晚点才回去，你别等我，先吃饭，早点休息。好。怎么还没来消息？盛世公司的面试结果到底出不出了？我通过了！宝贝儿，妈咪通过盛世公司的招聘了。妈咪，我也要亲亲。我的工资是8000，张大强的工资是1万，妈咪和爹地的工资加起来可以送你们去幼儿园了。妈咪真的是太高兴了。为了庆祝，咱们晚上吃红烧排骨。妈咪找到一份8000的工作都这么高兴，要是让他知道爹地是世界首富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。可是爹地不让我们告诉妈咪。老公，今天你在家带孩子，我要去上班。你上班了？妈咪刚找的工作，月薪有8000。妈咪说，她和你的工资加在一起，可以送我们去幼儿园。你找工作是为了让小小和璇璇读书？哎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啦。为人父母者都想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。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再苦痛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。可是，他们又不是你亲生的。小小璇璇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他们既然喊我一声妈咪，我自然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啊。等等，你的口气好像不愿意我为孩子们出力，你不会是想和我离婚吧？哪有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不过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其实我……华生，你帮我评评理，李学熙他是不是渣男？李璇熙是谁？青青的男朋友，谈了5年。他怎么了？他竟然骗我！骗你？是啊，当初他说自己是什么农村来的，爸妈是农民，读书全靠奖学金，说自己要努力在大都市里打拼，给我一个好生活。结果这些话都是骗我的。他其实是个富二代。富二代？是富二代，不好吗？当然不好。我喜欢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他的钱。结果他现在告诉我，之前的他都是伪装的，都是骗我的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青青，别哭了啊！我要和他分手。
分手怎么行？华生，分手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吗？我们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不至于吧？他骗你，说不定是为了你好呢，或者是之前可能出于某个理由不想告诉你。什么不至于？我告诉你，他今天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，明天他就能隐瞒自己出轨的事实。骗人这种事情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对，我支持你分手。对了，江大强，你刚刚想告诉我的事儿是什么？啊，这个突然间有点忘了，等想起来再说。那行，来不及了，要迟到。青青，我先去上班了，晚上回来再和你聊啊。去找李宣苏那个骗子，我要和他分手，然后捏爆他的那个。江总，车到了。我也要去。笑笑，你不带我去，我就告诉妈咪你是世界首富，让妈咪捏爆你的。笑笑，看来你是皮痒了，想挨打是不是？爹地，我也想去。璇璇乖，爹地今天是去视察新收购的盛世公司，没什么好玩的。璇璇等爹地回来，带你去玩好玩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嘛，璇璇要跟着爹地去嘛。那好吧，带你们过去捣乱。今天是总裁夫人第一天上班，我们一定要以最精神的面貌来欢迎总裁夫人，绝不能让总裁夫人有一丝一报不满意的地方。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谢谢师傅了。总裁夫人好。我，总裁夫人，好狗不挡道。华生，华叔，怎么有2个人啊？这2个哪个是总裁夫人？这还用想啊？肯定是后来那个呀！你看右边那个一身名牌，光手里提着的包包就要好几10万，而左边那个呢，穿的普普通通，一看就是个普通打工人。原来右边那个才是总裁夫人。总裁夫人好。夫人，他，华叔，难道是富阳哥怕我在新公司受欺负，所以和他们说我是他夫人？富阳哥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夫人，里面请。华叔什么时候成总裁夫人了？你的工位就在这里，谢谢啊。有些人的老公啊，长得帅有什么用？来上班也只能当个小卡拉米，不像我嫁了个好老公，一个电话我就当上了公司的设计总监，所有人都扒着我。怎么了？我说这里怎么有股臭味啊？原来是从你嘴巴传出来。你，江总带着公司高层来视察，你们跟我去迎接。江总怎么会突然来视察？您刚入职不到半天，江总就亲自过来听取工作，这听取工作是假，看望夫人您才是真的。江总？对啊，就是你的丈夫帝尊集团的总裁江总。传说中江总十分神秘，从不上财经杂志，外人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这次沾夫人您的光，我们也能一睹真容了。就是，他们竟然以为我是江柔的妻子。我肚子好疼，我去厕所，失陪了。江总到了。江总好。江大强，江大强，妈咪，江总没事吧？没事。江总，他是江总，你们搞错了，他就一司机，给别人开车的，工资才1万。他不是江总，可特助和他在一起。啊，对，我不是江总，我叫江大强，是一个司机。江总他临时有事儿不来了。我叫江大强。哦，对，他是江大强。江总他啊，今天临时有事儿不来了，所以视察工作由我代替。原来是这样，快请进，会议室都准备好。请进。
为什么领导还没入座呢？领导您坐呀，你快坐。哦，坐，大家坐。那我们就开始会议吧。江大强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而且还跟着帝尊集团的人一起来？我老板来了，我就跟着来了。你老板是帝尊集团的江总？对。他人怎么样？我听说他十分神秘，从不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，不会是个丑男吧？怎么会？人家一表人才，英俊潇洒，年轻多金。小说看过吧？小说里的霸道总裁就是他，尤其是别墅特别多。你们这对贫穷夫妇也就在这儿羡慕一下。刚好我也有一套别墅，今天我请大家去我别墅玩。别墅造价几千万的那种，真羡慕舒姐，吃住在别墅里，出行有豪车。哎呀，没什么的，我只是嫁了个好老公而已。女人啊，还是得有个好老公。姐，要不和这个废物姐夫分了吧？妹妹给你介绍一个有钱的。你说谁废物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是我说错了。但某人连个别墅都没有，和废物也没什么区别吧？不就是别墅吗？我爹地也有。就是你少瞧不起人。你爹地有？姐，你家既然有大别墅，那就请我们去呗。等咱们先去我姐家的别墅，等周末再去咱家。华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居然是个隐藏的土豪。华生姐，晚上带我们去你别墅里玩玩呗。啊，这个姐，你不会是看不起同事们，怕他们弄脏了你的别墅，所以想拒绝吧？这个我妈咪才没有看不起同事，你这个坏女人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不是看不起同事，干嘛不答应？谁说我妈咪不答应的？完了，我去哪儿给他们找别墅啊？爹地就有别墅啊。爹地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带你们去的那别墅是老板的，不是我的。那个之前你不是让我在家带小小和璇璇吗？我就把他们带去老板家的别墅里玩了。这不会打扰到你老板吧？不会，因为那个别墅里没人。没人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江大强，你说我带着自己的同事去你老板的别墅门口转一圈，然后借口自己忘带钥匙了，又带着自己同事回去，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很好啊。那就麻烦你去和你老板说一声啦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老板，是我，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对，麻烦您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太感谢您了。我老板同意了。太好了，江大强，你这次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那个坏女人看不起妈咪和爹地，今天我们要给她好看，为妈咪和爹地报仇。爷爷奶奶，小小璇璇，几个月不见，爷爷都快想死你们了。璇璇，你爹地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爹地和妈咪出去了。妈咪，这个臭小子，结婚都不和我们说，亏我还想着把胡家那个大小姐介绍给他，还好没介绍，不然要闹乌龙。小小，赶紧和你爹地说，让你爹地把我江家的儿媳妇领过来。我们飞过去不就行了吗？不过老公，咱们第一次和儿媳妇见面，是不是要送见面礼啊？可我现在手里就一块玻璃种帝王的绿翡翠手镯，深圳几栋房子，拿出来送儿媳妇，是不是有点不像样子？这么点东西，那不是打发要饭的吗？那怎么办？都怪我，上次为了投资一家高科技公司，把手上的资产都拿去抵押了，现在没钱给儿媳妇见面礼。哎，老公，你手里还有钱吗？我的钱不都被你拿去了吗？哎呀，这么点礼物，到时候媳妇要说我们穷酸，一气之下不和那个臭小子过了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唉，希望不会吧。这就是我家了，我现在就开门。哎呀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老公，你带了钥匙吗？我也忘记带了。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忘记带钥匙了。
忘带钥匙，我看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别墅吧？华叔，别这样说嘛，要不我们下次再过来玩？好啊，下次我一定带你们来玩。妈咪，你回来啦！哇，这别墅也太大了吧！这光客厅就比我家大好几倍。快看快看，这是梵高的星空，拍卖好几个亿呢，居然就这样摆在客厅里。华生姐，我原以为华叔姐已经够有钱了，没想到你才是隐藏的大富婆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小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之前在这里玩，所以有钥匙啊。那你玩归玩，千万不能乱动这里的东西，万一磕着碰着，咱们赔不起。什么大富婆？她老公就一给人开车的司机，一个月撑死就1万块钱工资。这别墅肯定是他租的。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栋别墅对外出租过？小屁孩懂什么？你说你这别墅不是租的，那好，把酒柜里的酒取出来给大家喝，我就信。这酒柜里的酒可是罗曼宁康帝，最差的都要10万一瓶。10万一瓶？华生姐，我们可以喝吗？这个可以是可以，但我现在没有开槽器，开不了很久。小小，你去找下开槽器。找到啦！哇，这也太大方了，谢谢华生姐。你们都过来，华生姐请我们喝罗曼尼康帝了。谢谢华生姐。彻底完了。妈咪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些酒都是假的。假的？这些都是假的？对啊，我和哥哥早就把这里的贵重物品收起来了，现在摆着的都是我们从超市买来的假货，3块钱一瓶。璇璇、小小，你们真是妈咪的好宝贝。大家随便喝，放心喝。谢谢华生姐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几瓶罗曼尼康帝就把你们收买了，眼界狭隘。你眼界高，那你请大家喝更好的酒啊！什么？妈，你和老爸回来了？我爸妈回来了。爸妈回来了，你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？我这都没换衣服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。没事的，我和小小、璇璇去接他们就行了。你继续在这里招待同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好。儿子不是说去接我们吗？干嘛自己回来啊？我这不是刚刚想起我这里还有栋别墅吗？我把这栋别墅的房产证填进去，说不定儿媳妇她就满意了呢。你们是谁？在我家干什么？爹地，怎么啦？我车钥匙落别墅里了，先回去拿吧。你说这是你家？当然是我家，这房产证上写着我的名字。姐，爸妈平时是怎么教导我们的？要做一个诚信守信的人。可你竟然把别人的房子说成是自己的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这不是华生姐的房子，那这酒也不是华生姐的。我这罗曼尼康帝可是最顶级的，好几百万一瓶。几百万一瓶，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！这可不是我喝的，是他请我喝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你要找人赔偿就找他，对，不要找我们。华生，我们被你害死了。某人拿别人的别墅当成是自己的，请大家喝罗曼尼康帝，这下好了，屋主人找上门，这下看你怎么收场。叔叔阿姨，是我的错，不该冒充屋主人，请两位核算一下损失，我会努力打工赔偿的。这小姑娘倒是有担当。既然这样，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，他们是你爸妈？啊，你是我儿媳妇，妈，
老公，他叫我妈，他真的是我儿媳妇，我有儿媳妇了。我妈一直觉得我娶不到老婆，所以看到你过于兴奋了。李姐，妈，你过来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不急，这个不急。老公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把礼物拿出来呀！媳妇儿啊，第一次见面，妈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就一个玻璃种帝王的绿翡翠手镯，深圳4栋房子，还有咱们这栋别墅，一起送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嫌弃啊！江大强，你妈给的手镯、房子、别墅是怎么回事？其实那些都是借的。借的？对，我之前相亲过很多次，但那些人都被我的容貌吓跑了。他们不知道我扮丑的事情，以为我之所以找不到女孩子，完全是因为家里穷，于是就假装富人，想用钱买来一个儿媳妇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不对啊，房产证上写着他的名字。那是假的。江大强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嫌弃你穷的。咱们2个人努力奋斗，照样能够在这座大城市里拼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。那我爸妈那里，我懂，我会先收下，然后再返还给你，到时候你再还给别人，不会让你难做的。来，这个给你，谢谢妈的礼物，她收下了，她收下了，她没有嫌弃我们的礼物太差。快把镯子戴上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啊，这个，那我戴上了啊。这手镯和儿媳妇啊，还真配。配什么配？一块假玉的手镯地摊货，搞得好像是真的一样。这不是假的，我上次在拍卖会上看到，价值好几千万呢。生生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？我在盛世公司当设计师。设计师这个工作好啊，接触的人多，升职空间还大。华生，你一个实习生也敢说自己是设计师了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别说是升职了，就算是转正，那也是想都别想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？恶毒？这就恶毒了。我告诉你，恶毒的事情还在后面。爹地，这个坏女人在刁难妈咪，你还不保护妈咪吗？爹地，你可以给江总打电话告状啊。啊，对，我可以找江总告状。江总，啊，江总你就是江总。哦，我是江总，对，我就是江总。是这样的，江总，我江大强实名举报盛世集团的设计总监华叔刁难实习生华生，为江总明察。我马上明察。就你一个给江总开车的司机，也想告我的状？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被开除？你仗着自己是设计总监就打压华生，应该想过会有这种后果。你，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有一个好老公，到时候让老公再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就行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人把走后门说的这么光明正大。靠老公算什么走后门？要算也是算我嫁得好。姐，你嫁给姐夫之后，每天白天上班，晚上带孩子，过得一定很辛苦吧？哦，对了，玛莎拉蒂，羚羊哥打算送我的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你和你老公呀，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。玛莎拉蒂 R， 哟，豪车100多万呢。但可惜，你那个什么富阳哥应该买不起。富阳哥身价几十亿，怎么可能买不起这辆车？林富阳之前是身价几十亿没错，但现在就未必。意思很简单，你的富阳哥破产了。这不可能。富阳哥，有人说你破产了。你呢？不要得意，风水轮流转，我和你们没完！哎，江大强，你是怎么知道林富阳破产的？我听老板说他看不惯林富阳，打算对付他。以老板的手段对付这种小打假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那个渣男总算遭到报应了，
你家老板真是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。还有一件你更高兴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该死的华氏，我被他举报炒鱿鱼了！怎么能这样？我去找他去。你们是谁？来我家干什么？我们老大要见你们。大哥，我们一家三口一向老实本分，从不得罪人。你老大为什么要见我们啊？少说废话，跟我们走就是了。大哥，小的平时一向安分守己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各位大哥，还请各位谅解一二。闭嘴！老大，人已经抓来了。郑大强，你是他们老大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其实我和你们老大是亲戚，他是我女婿。老实点儿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江大强，是华生的丈夫，同时也是斧头帮的帮主。听说你们之前欺负我老婆？没有，华生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会欺负她呢？欺负人，是不是应该道歉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道歉完了，该说正事儿。我老婆之前生过一对双胞胎，是你抱走了他们？没有，谁问你了？闭嘴！是我抱走了他们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！你不说的话，我就把你女儿的脸划花，看她以后怎么嫁人。不要划我的脸，妈，你快说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！见怪他错了呀！我说。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，但我知道怎么找到那两个孩子。当初是对方联系我的，他说只要我把华生生下来的孩子给他，他就给我100万。事后我悄悄跟在他身后，找到他住的地方，在哪里？渭源小区1栋3单元701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淑芬。看在你还算识相的份上，这次就放过你。但记住，以后你们要是再敢欺负我老婆，我就把你们全部发配到非洲挖矿。是，我们再也不敢欺负您老婆了。江总，你直接亮出自己的身份就行了，干嘛非得扮成黑帮老大的模样？笨蛋，这样江总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你们先回去吧。老婆，你在家等我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小小、璇璇，你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要多吃点。华生，我找到你那两个孩子的下落了。江流，你说时隔这么久，平平安安，他们还会认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咪吗？放心好了，当初也不是你故意要遗弃他们的，是有人从中作梗。我相信平平安安会体谅你的。你们找谁？你好，请问李淑芬在这里吗？你找李淑芬？你来晚了。李淑芬5年前就搬走了。搬走了？那你知道她搬去哪里了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人家卖房子搬走，我哪会去问她搬去哪里呀？谢谢。如果你想起了什么线索，请打这个电话，拜托了。老夫人，那个女人来查5年前那对双胞胎了，是查到了吗？夫人，要不要？算了，原本带走孩子是觉得那个女人配不上江儿，但这5年来，江儿一直未娶，让她和江儿见一面吧。如果江儿看得上他，那么就让他们母子团聚。你去把少爷叫过来，就说找到小小和恨恨的母亲了。好的，夫人。别担心，没事的，我们迟早可以找到平平和安安的。什么？
找到小小和黄黄的妈咪了。我知道了。生生，我有点事情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我找人来送你吧。不用。小小和魂焕的亲妈回来了。华生，你的老公和孩子体验卡已到期。妈咪，妈咪，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。怎么会呢？妈咪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呀？你们的妈咪找到了。你不就是我们的妈咪吗？笨蛋，妈咪说的是亲妈咪。妈咪，你不高兴是因为害怕我们离开你啊？妈咪，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如果爹地要离开妈咪呢？那就不要爹地了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？那当然。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湿了，赶紧去洗澡，我给你们拿衣服。萍萍，安安，妈咪一定会找到你们的。什么？想起线索了？马上到。你就是李淑芬？是的，我就是李淑芬。当年是我从你母亲手里买下了那对双胞胎。能告诉我平平安安在哪里吗？你去这个地方见一见孩子父亲就知道了。当年你被人下药，和一个女人一夜情，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怎么配得上你？于是，我花钱买通他母亲，将小小和活仙抱了过来。那奶奶这次叫我来，去和他见一面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小小和恒混的亲生母亲。好。就在这里了，平平安安，妈咪马上就能找到你们了。江大强，老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来见小小和环环的亲生妈咪的。那个，我就和她见一面，毕竟她是小小和魂魂的亲生母亲。老婆，我和你发誓，我和她之间绝对不会有什么的。发什么誓啊？见个女人而已，没什么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来见平平和安安的父亲。就是当年和你那个人。我先上去了。
华生，华生，真的是你？你那个老公他居然在情人节请你来这里，这是要大出血啊！不是他，那是谁？是平平安安的父亲。你找到当年那个渣男了？那你见到之后打算怎么办？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，还有小小璇璇2个这么可爱的双胞胎。我不知道，小小和璇璇是我孩子，可平平安安也是我孩子，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我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。那你是打算和那个男人结婚，还是和他抢孩子的抚养权？抢过来小小和魂魂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养4个小孩怎么养啊？总不能放弃小小和魂魂吧？我不知道。要是江大强就是当年那个男人，要是小小和神神就是平平安安就好了，你也就不用纠结了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短剧都不敢这么拍，好吧？也对，闺蜜，我今天给你撑腰，会一会渣男。老婆，来让人啊，你要见朋友啊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叫华生对吧？对。我先说好啊，孩子是不可能给你的，但我现在未婚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嫁给我。嫁给你？你让我闺蜜嫁给你？不是，你也不瞧瞧你长得多磕碜，也配让我闺蜜嫁给你？你谁呀？我赵青青，生生的好闺蜜。闺蜜啊，我和你说，结婚这种事情，千万别听闺蜜的。正所谓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，这些所谓的闺蜜，一个个心里阴暗，见不得你好。就你还好姻缘，我建议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。你的孩子在我手上。原来你就是帝尊集团的江总。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其实我是小小和魂魂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小小和魂魂的母亲2018年的3月8号，我和同学庆祝，喝醉了。之后我在云天大酒店和你发生了那件事情。时间地点都对，难道华叔真的是小小和魂魂的亲妈咪？你当年离开，落下了一块手表，警告啦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因为嫉妒姐姐做了很多错事，但你能不能体谅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？其实一开始，我妈不想我生下小小和魂神这2个孩子，是我坚持要生下来。我一想到自己肚子里孕育着2个新的生命，我就有种特别的悸动。哪怕我因此全身浮肿，哪怕他们2个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就经常踢我，哪怕我生孩子的时候疼得昏迷了过去，我也坚持把他们生了下来。江流，你能够理解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吗？其实我没想过和姐姐争什么，我只希望我能经常去看看孩子，看着他们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能满足一个卑微母亲小小的心愿吗？我可以允许你看望小小和魂璇，但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动什么歪心思，不仅是你，就连你父母我都不会放过。你考虑一下吧。这都什么奇葩啊！就他那个样子和条件，也敢肖想你？你不会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吧？上次你和江大强结婚，我还没说你呢。这次你要是再敢玩先斩后奏，我非得和你绝交不可。不会，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对了，我刚刚看到江大强对面坐了一个女的，那女的谁啊？小小和环环的亲生母亲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我回来啦！
哇，小小璇璇，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？有蜂蜜蛋糕，有麻薯。你们这是？姐。所以说，小小和璇璇的妈咪是华叔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小小和璇璇竟然是我的孩子。姐，我知道自己以前不好，经常找你麻烦，但我知道错了。只求你能够让我经常来看孩子。你来看孩子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我没权利阻止你看小小和璇璇。但是这里是我家，麻烦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里消失。姐，好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小小璇璇，明天就开学了，你们快去收拾书包。妈咪，你是要家暴我爹地吗？妈咪，你能不能别打爹地啊？用手打你的手会疼的，用这个打你的手就不会疼了。谢谢宝贝。江璇谦，你们快进去吧。老婆，好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咦，江大强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居然还撒娇上了，恶不恶心啊？王梦，好啦，受不了你了，说吧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处理我？什么时候处理你？离婚啊！你都找到小小和真正的亲生母亲了，还要我干嘛？咱们早点离婚，一拍两散，各过各的。怎么会呢？我心中只有一个老婆，那就是老婆大人你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怎么会呢？你不相信我，总得相信小孩子吧？小小璇璇，你们出来下。小小璇璇，你们说，你们心里是不是只有妈咪？是。看吧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情人节快乐，小梦。古驰，售价68万。江大强，你哪来的钱买包啊？A 货，高仿的。仿的还真像，谢谢你老公。妈咪，如果我送你一个包包的话，你会不会亲我一下呢？当然会啦，我的小宝贝。我也要，妈咪也要亲我一下。啊，我已经成功让江流相信我就是小小和恒恒的亲生妈咪了。女儿，我们全家能不能当上人上人，就全看你的了。而女青姬店就心都乱了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能从华生手里抢走林富阳，就能抢走江流。华生，真没想到，当年给你下药，竟然把你送上了世界首富江流的床。但可惜，总裁在你面前，你却看不见真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抢走首富夫人的宝座。乖，待会儿上课了，要听老师的话。古驰的包包起码得好几十万吧，加个微信呗。其实是 A 货。A 货，现在的年轻女人啊，真虚荣，没钱就买 A 货来装有钱人。我妈咪的包才不是 A 货。好了，小小，不用搭理他，这种人就是这样，捧高踩低，看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学校，你打人是犯法的。小小璇璇，看到了吗？在学校，要是有谁欺负你，
就学妈咪这样打回去。但是咱们也不能欺负别人，知道吗？小小璇璇，你是？我是小小和璇璇的亲生妈咪。原来是小三啊！这年头，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？华生姐不是小三儿，华生姐是大强的妻子，有证的那种。小三上位，我妈咪不是小三，连别人的孩子都被拉拢过去了，这小三儿有手段，没点手段怎么上位扶正？姐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在教室里不该那样说的，我向你道歉，姐你就原谅我吧。华叔，收起你这股绿茶味吧，你什么性子，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？你清楚，那又怎么样？姐，当初林富阳那么喜欢你，还不是被我勾到手了？当年我能从你手里抢走林富阳，现在就能从你手里抢走江大强。我第一次见到把当小三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。你说错了，小小和浑浑是我亲生的，我才是江大强的原配夫人，你只不过是个趁虚而入的小三。你妈因为我妈当了小三，被活生生的气死了。现在你却跑来当小三，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知的话，恐怕会气得活过来。厚颜无耻，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江大强我抢定了。如果你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就从江大强的身边离开。好啊，那你试试看，拭目以待。华生，这里有个项目需要你来做。赵总，换个人来做这个项目吧，我得去接我小孩了。不行，客户指定要你来做这个项目。指定我？我只是一个助理，为什么会指定我来做这个项目？等等，赵总，这个项目的甲方是谁？不会是华叔吧？这个……小小璇璇，妈咪好想你们，我带你们回家。你走开！啊！你不是我们的妈咪。两个小野种，等成为江太太之后，第一个要弄死的就是你们。你们妈咪今天不会来了。谁说我不会来了？你不是走了吗？华叔，你先是用项目来拖住我，又在这里表现你的母子情深，这种小把戏，你真以为我会上当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看一看小小和璇璇。那现在你看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小小、璇璇，我们走。帮我做一件事。老婆，你明天能请一天假吗？请假？干什么？明天是小小和何娘的生日。明天是小小和璇璇的生日，完了完了，我还没给孩子准备生日礼物呢。大强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婆，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沙滩一日游，免费，包游艇出海和下潜。我去，大强，你怎么搞到这张券的？这不是那个什么美家家超市搞活动吗？我看到了，随手一抽就抽中了。美家家超市？我今天去美家家超市买东西，怎么没看到？啊，这个，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家家超市买东西的？下午。下午啊，难怪他是上午搞的活动。上午搞的活动，下午就撤了。现在的活动撤得这么快吗？算了算了，大强，你来带孩子，
我去准备东西。明天我要带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生日。Hello， 是你？对，就是我。明天有事，过来一下。明天我有事情。你是不是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？平平安安的生日，你难道不想和平平安安一起过生日吗？妈咪，我明天想带蛋黄饭去吃。好，大强，你明天先带着孩子去吧，我晚点再去。怎么突然就要晚点了？还不是我们公司那个赵总，他说有个项目要做，不让我请假，所以对不起啦。但我保证，我明天下班后一定会赶去。那行，我先带孩子们去，你记得一定要来啊。谢谢老公。老板，盛世公司的赵总是谁？好像叫赵球。把他开了。啊，这不行。不是，咱们刚收购他们公司就开了负责人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他是左脚踏进公司的，我不喜欢，这个理由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。谁让你是老板的？妈咪，你早点来。好，你们玩得开心。平平和安安呢？你急什么？待会儿平平安安会过来的。我上次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啊？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就是结婚的事儿啊。结婚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结婚是吧？结婚的话我也想啊，但我老公不答应。不答应也没关系啊。你想干什么？老娘不发威，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吃老娘豆腐，你配吗？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妈咪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唉，妈咪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小小和冯璇的生日，我来是想给他们庆祝生日。他们生日有自己的妈咪一起庆祝，你在这里只会破坏气氛。其实我很早就在这里等着了。如果我姐在这里，我是不会出现的。可是我姐她不会来了。你胡说，妈咪会来的。妈咪答应过我们，她会来给我们庆祝生日的。我知道这很难让人接受，但我姐她江流，我知道你很讨厌我，可我姐她既然不来了，你能不能让我陪着孩子过着生日？我不想我的孩子在过生日的时候没有一个母亲的陪伴。小小璇璇，你们想要他陪着你们吗？小小璇璇，江大强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随便说几句话，你就认为她是我们的母亲，滴血认亲做了吗？亲子鉴定了吗？什么都没做，你就说她是我们的母亲，我真想把你的脑壳切开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水。你。怎么回事？华生怎么来了？不是让段延锦拖住他了吗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我家都要被人偷了。什么家被人偷了？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么么哒！别肉麻了，恶心。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，
但当一个母亲看到孩子过生日没人陪，我实在忍不住。你能体谅这种心情的，对吗？对，我能体谅。姐，你真的是太好了。那你能不能让我留下来啊？我想和我的孩子一起过一次生日，弥补遗憾。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才是他们的妈咪，要陪也是我陪，对吧？小小、璇璇。对。江大强，你呢？对。华叔，听见了吗？现在你该走了。为什么？我才是他们母亲。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。宝贝们，生日快乐！萍萍，安安，难道真的只有嫁给那个段延景才能见到你们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平平安安出生前就给他们准备好的长命锁。江大强，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，所以我们离。江流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咪的事儿？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老婆的事？那妈咪为什么突然说要离婚？肯定是你的错。对，肯定是你的错。龙流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妈咪和你离婚，你失去的不仅是妈咪，还有我们。小，你小子欠揍是不是？江总，你叔难反了。你说，如果一个女人忽然要和你离婚，那是什么原因？那她肯定是在外面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你说她在外面有男人了？女人嘛，肯定是在外面有了更好的才想着离婚。1小时内，我要知道那个和我抢老婆的男人是谁。该死的华西，出手可真狠啊！你给我等着，老子和你没完！你们谁啊？这就是那个男人，是他。这男人哪里比我好啊？这人肯定哪里都比不上江总你了。可是女人这种生物奇怪的很，一旦认定了就不会回头了。和我抢华氏是吗？把我给他打成猪头！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疼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别接近华氏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知道吗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是华生那个老公，他找人把我打成这样的，还警告我不许我接近华生。江流，看来得先斩散他们才行。你去告诉华生，他女儿得了白血病，想要救他女儿，就必须和你结婚。这个，那个男人刚刚警告我，不许我接近华生，说看见我一次就打我一次，而且我也没有他女。200万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200万。200万。至于他女儿，耶！这是什么？
这是你找的那个男人。你打的？嗯。感情你以为我提离婚是因为看上他了啊？那是因为什么？你跟我来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我被人下药和陌生男人发生关系的事情吗？那个陌生男人就是段延景，平平安安就是我和他生下来的孩子。所以你为了孩子打算和他在一起，那我呢？这段时间我陪你开心陪你笑，你生病我陪你去医院，你生理期是我给你熬红糖水守在你身边喂给你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，你把我放在哪里？妈咪，我们也是你的孩子。妈咪，我们也是你的孩子。妈咪，你别放弃我哥哥好不好？不是吧？你为了孩子打算和江流离婚，嫁给段延景？可是平平安安在段延景手里，我不嫁给他，他不会让我见平平安安的。可你也不能把自己给搭进去吧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！华生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再不考虑好，你的安安怕是要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再看看。什么？安安得了白血病？是啊，不错，他要尽快进行骨髓移植才能够治疗。孩子的父亲已经匹配上了，但他……只要你和我结婚，我立即就同意进行骨髓移植。你疯了！安安也是你的孩子，是我的孩子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有这一个要求，你考虑一下吧。我是孩子的母亲，用我的。骨髓移植需要配对，你虽然是孩子的母亲，但不一定会配对成功。没事儿，先配对吧，说不定就成功了。没事的，我是你们的妈咪，我一定可以配对成功的。怎么样，配对成功了吗？很遗憾，配对没有成功。好了，你们赶紧离开，万一遇到我老婆了，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是。别人讨好老婆都是自己做饭做家务，你请人来做，一点诚心都没有。江小小，你是不是不会算数啊？我1分钟几百万上下拿来做家务。再说了，只要你们不说，你们妈咪怎么会知道家务不是我做的呢？可是爹地，你这是欺骗。哎呀，这不是爹地不会做饭吗？你们两个就帮爹地一把，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工作一天累了吧？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老婆，我今天打扫了客厅、房间，连天花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鲤鱼。你快来尝尝，看看香不香？我们离婚吧。老婆，你发现了啊？是我承认是我不对，这菜不是我做的，这房间也不是我打扫的，但我那不是不会吗？你就原谅我一次嘛，好不好？妈咪，不要离婚！妈咪，我认错，我知道爹地找人来做家务却没有告诉你，但你能不能原谅我啊？毕竟我年龄小，还只是个孩子。妈咪，我也只是个孩子。和这个无关，是我女儿安安。她怎么了？她得了白血病，需要骨髓移植。段延诊说，只有我嫁给他，他才会捐献骨髓。
老婆，那个段延轸就是个人渣，他说的话不能信。我知道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老婆，你信我吗？信我的话，我马上去给你想办法。相信我，其实我是……江大强，我很感谢这段时间你的陪伴。小小璇璇，我也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喊我妈咪，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快乐。作为一个孩子的亲生母亲，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。妈咪，你等下。江小小，这是你妈咪，她要离开，你不阻止就算了，还帮她收拾行李，你是巴不得你妈咪离开吗？谁说这是妈咪的行李了？爹地，这是你的行李。我呢？我和妹妹已经决定了，你们离婚之后，我们跟妈咪，所以江大强先生，麻烦你离开我们的家庭。妈咪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相依为命了。世界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妈咪，只有你才会把我们当宝，你就让我们跟着你吧。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妈咪，你也不想我们变成草吧？你这个男人怎么还赖在我们家里不走啊？你快拿着行李走吧，不然我们叫保安赶人了。妈咪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3个相依为命，过3人世界。妈咪该睡觉了，帮我洗澡澡吧。好呀，我们走吧。不是吧，夫人和少爷就这样一脚把你踹出家门了？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事情？这可不好解决。母亲为了孩子是可以抛弃一切的。那个段延景拿孩子威胁，算是抓住软肋了。要不你把身份告诉他吧，说不定他看在你有钱的份上就原谅你了呢。不行，他本来就要和我离婚，要是再知道我骗他，肯定不会原谅我，这个绝对不行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听说姐姐要和你离婚。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但因为我姐的关系，我不敢表露出来。但现在既然我姐已经和你离婚了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啊？我想照顾你和小小、璇璇。我有老婆了，请你自重。特助，把她请出去。华小姐，请吧。妈咪，妹妹会喜欢这个吗？喜欢。妈咪，你有了弟弟妹妹之后，还会给我们讲睡前故事，帮我们洗澡澡吗？会，妈咪当然会啦。老婆，他们想追我怎么办？这种背着老婆去花天酒地的男人不能要。可他没背着我啊。那就更不能要了。妈咪，我们去负留子吧，给他净身出户，这样他的财产就全是你的了。哥哥说的对。哥哥，那个阿姨是个好人，我们能不能不骗她？不行，那人说了，只要我们听他的话，就给我们一大笔钱，到时候你就能治病了。可是，看妈咪给你们带了什么来，好玩的玩具。
我叫江小小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哥哥了。我叫江璇璇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姐姐了。哥哥，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美玲。李美玲，你不是安安吗？而且妈咪姓华，那个叔叔姓段，为什么你姓李啊？因为那个叔叔不是美玲。萍萍，小小他没有恶意的，他只是有点好奇。你看，他还给你们带了好东西。弟弟，这是姐姐平时最爱吃的棒棒糖。谢谢。我要你在3分钟内查清楚这个女人的所有情况。光3分钟哪够啊？我打个电话都不止3分钟了。那就5分钟。5分钟也不行，起码得1个小时。那我给你1个小时。好嘞，少爷，查不到我提头来见。你们怎么把门锁给换了？不换的话，你岂不是可以随意进出我家大门？万一你对妈咪图谋不轨，你对妈咪图谋不轨怎么办？鸟。你妈呢？她在哪儿？在里面。老婆，你怎么把我微信删了？不是有女人要追你吗？我删掉你是免得你新女朋友看到了吃醋。哪有什么新女朋友啊？那些不过是路人。哎，老婆，我们要不别离婚了吧？你一个人在家里挺不安全的，我想保护你。不，小区有保安，外面有防盗门，我在家挺安全的。那我能拖地，能洗碗，能洗衣服，还能做饭，这些我自己就能干。不送你去医院。我没事，就扭伤了脚，涂点药就好了。怎么样？幸好你送的及时，要是再晚点伤就好了。都说了我没事儿，这下好了，丢脸丢到医院了。我那不是担心你吗？瞎担心。对，我就是瞎担心。可你能不能让我一直这样瞎担心你？你为了孩子想和我离婚，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我是否公平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没出轨，没外遇，连看别的女人一眼都没有。我尽忠尽责的当一个好丈夫，可你忽然就提出要离婚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亲过别的女孩，上次是我的初吻，你是我第一个遇到让我心动的女人，是我的初恋，所以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个男人真没用，连自己老婆都留不住，还带我们2个小孩子出手。小小，妈咪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其实李美玲并不是安安。你说什么？哥哥查到了，李美玲和段延景不是父女关系，她有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而那个段延景也从来都没有过小孩。你被骗了。你约我来这种地方，看来是想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是你怎么在这里？骗我老婆是吧？忽悠我老婆和我离婚是吧？我今天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叫江大强。皇上，
难道你不想要你女儿活命了吗？还骗！我儿子查过了，那个安安是假的，她和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也从来都没有过孩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打人是犯法的。大姐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是受人指使才这样做的。谁指使你的？是一个叫华叔的女人。华叔，是她。江大强，她就交给你了。放心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能成功了。华生过来了，我先挂了。姐，江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华叔，你为什么要找段延金来骗我？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姐夫，你快拦住姐，她发疯了。段延锦已经把事情说出来了。那个该死的家伙果然靠不住。没错，就是我做的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凭什么你是江夫人，而我作为小小何璇璇的母亲，却只能看着自己的江夫人之位被你霸占？你承认就好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找他，你今天打了我，你就永远都别想知道平平安安在哪里。平平安安。好，我不打你，你告诉我平平安安在哪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就是我要嫁给江流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永远都别想知道平平安安在哪里。你做梦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你会不会娶我，你说了不算。我知道江大强喜欢你，考虑一下吧。是劝江大强娶我，还是自私的霸着江大强，但要与自己的孩子永远分开？华叔，你和我来。你想嫁给我，无非就是为了钱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肯把平平安安的下落说出来？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。你应该清楚，我对你没感情，你嫁给我也不是幸福。幸福？你是世界首富，而我只要成为世界首富的夫人，将我那个姐姐踩在脚下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。江总，考虑一下吧，要不要为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娶我？不可能。厨神，我已经让人去查平平安安的下落了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江大强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你……但就是因为喜欢，所以才不能娶华叔。我们的爱情不是拿来交易的筹码。而且，老婆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平平安安的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华生，想好了吗？
我想好了，我决定拒绝你的要求。你不想知道平平安安的下落了吗？我想，但我无权决定别人的人生。江老夫人要见华生，我们就完了。让华生见不到江老夫人就好。华生，别紧张，我奶奶很和蔼的。我不紧张。萱萱，萱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妈咪，上次之所以骗你，是怕你把妹妹当成怪物。怪物？不，我怎么会把璇璇看成怪物？我母亲说过，我家这一只天生神力，传女不传男。你的意思是，璇璇可能就是你的女儿？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经检查，你们存在血缘的可能性高达99.99%。这99.99%，那是不是说小小璇璇就是平平安安江流？我没听错吧？小小璇璇是我的孩子。是你没听错，小小璇璇就是平平安安，小小璇璇就是你的孩子。妈咪，谢谢妈咪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当初我被人下药送进酒店，你刚好也在。奶奶说你难产死了，我才一直没找你。你说这个啊，我原谅你了。还有，撞你的司机找到了，谁？是华叔。是他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他涉嫌教唆杀人，等待他的将会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华生，你女儿涉嫌故意杀人，已经被警方监禁起来，等待她的将会是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华生，我女儿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不是最讨厌别人骗你？那我告诉你，你身边这个人他就骗了你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大强，他的真名叫江流。他的真名叫江流。你叫江流，我叫江大强。老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在万豪集团的门口，我看到的就是你。晚宴上，刘总本来对我喊打喊杀，结果你一出面，他就改口了。还有盛世集团的宴会上，那些人跟在你后面，在别墅里看到你爸妈时，你爸妈送我的礼物，他就是怕你分了他的财产。来人，把这个坏女人乱棍打出去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别过来！老婆，不是这样的，妈咪，你别听那个坏女人胡说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爹地是总裁没错，但爹地没钱。本人江流自愿将全部财产赠与华生。妈咪，你不是要和爹地离婚吗？所以哥哥就把爹地的所有财产全部转移给妈咪你啦。现在妈咪你才是世界首富，爹地他只是个给你打工的穷包蛋。只要妈咪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把爹地扫地出门，在一生命下，全世界都没他的容身之地。让他扫大街，让他睡天桥。恭喜成为新的世界首富。小孩子玩闹的，上面连个手印都没有。现在有了。你疯了！老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你要是把我扫地出门，我就只能去扫哪街睡天桥了。别闹。还有啊，
作为世界首富的你，是不是应该给我补一场世纪婚礼呢？妈咪，我们想参加世纪婚礼。我终于看到我儿子的婚礼了。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情人节快乐！Like chemistry, go all the way, we just close, just you and me. Now, baby, please.